小朋友同大朋友，你哋好啊！今日嘅福音講到，耶穌出世之後，有幾位由好遠地方嚟嘅智者，佢哋望到天上有一粒好特別嘅星，就知道有一位好重要嘅君王出世啦。佢哋一路跟住嗰粒星行咗好遠好遠，最後去到白冷，揾到小耶穌。佢哋好開心，跪低拜耶穌，仲送咗3份禮物：黃金、乳香同沒藥。之後，天主喺夢中提醒佢哋唔好返去見黑心嘅黑落德王，於是佢哋用另一條路返屋企。小朋友，其實呢個故事好開心㗎，因為耶穌唔單止係某一個地方嘅小朋友，佢係全世界嘅救主。啲智者本來唔識耶穌，但佢哋願意行好遠，用時間、用心去揾，最後真係揾到啦。就好似我哋一樣，只要肯用心揾天主，天主一定會俾我哋遇到佢。嗰粒星就好似天主嘅光，喺黑暗入邊指住方向，話俾我哋知，唔使驚，我喺度。小朋友，你有冇試過揾一樣好重要嘅嘢？可能係迷路，可能係唔開心，可能係想有人陪你。今日耶穌想話俾你聽，只要你願意行一步，天主就會行99步嚟揾你。我哋都可以學習智者，用一個願意行動、願意相信嘅心去揾耶穌。當我哋見咗耶穌，認定佢就係我哋嘅救世主，我哋好似智者咁，再揾新嘅路向，唔會再走回頭路。親愛嘅天主，多謝你將耶穌送嚟世界，帶俾我哋光同希望。求你教我學習智者嘅心，願意去尋找你，跟隨你，相信你。無論我開心定唔開心，都記得你一路喺我身邊。我哋咁樣祈禱，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。阿們。